我那什么收回到哪呀？哎，俺滚出来着。好的。哎，俺师傅问啥了？还要收嘞？你不是那好的，刚好回来就这样。刚才考试就不收不了，俺是差一个。不是干嘛事情了？啊？哎，就背，就背了。我是要哪嘞？这洗来干的。背。你好私家了，你来的嘛？啊，对吧？我们去吧，我来。哎，这什么不一样嘞？搞不了，我看你还啥习惯的了，嘿，你把这个。我们师傅师傅问他了。行了。哎，这后面是啊，你用着了。哎，人家这边干啥呀？这我们这俺屋的八十来了。八十来了，你看只有什么只有？对呀。今晚的那样，不能那么丢过来。干大呀你。哎，干啥呀你？俺说地里。哎，我师傅问他的。搞啥？